然军队作战要抓住有利的战机，那么敌人处于困境时，正好可以利用。既然声势壮大，充分鼓舞起士兵斗志，那么攻击未成列的敌人当然是可以的。双引号。陈必祥。注释：一、宋公，宋襄公，名资父。洪水，在今河南省浙、磁浙城县西。二、晋，渡过。三、司马，统帅军队的高级长官，此指子瑜。四、陈，同，镇，这里做动词，即摆好阵势。五、骨，大腿。六、门官，国君的卫士。七、仲，乔从，在次。八、秦，通秦。二毛，头发斑白的人。九、寡人，国君自称。亡国之余，亡国者的后代。宋襄公是商朝的后代，商亡于周。十、鼓，击鼓进军。11、秦，砍住秦敌，强敌。秦，强而有力。12、爱，这里做动词，处在险隘之地。13、赞，助。14、胡，古狗，很老的人。15、和有于二毛，即与二毛有和，爱。16、服，向敌人屈服。17、三军坤，春秋时诸侯大国有三军，即上军、中军、下军。这里泛指军队。用，施用，这里指作战。18、金鼓，鼓时作战，击鼓进兵，鸣金收兵。金属响器，生气，振作士气。19、前缠，不整齐，此指不成阵势的军队。烛之武退秦师。左传。题解：本篇见于左传，西公30年前630。在西公28年发生的城濮，在今河南陈留县之战中，晋文公战胜楚国，建立了霸业。西公29年，晋、周、鲁、宋、齐、陈、蔡、秦在翟泉，在今河南洛阳会盟，晋国在会上谋伐郑。西公30年，晋国和秦国合兵为郑。为郑对秦国没有什么好处，郑国大夫烛之武看到这点，所以向秦穆公说明利害关系，劝秦穆公退兵。然郑、秦结盟，让秦国在郑国驻军，秦穆公因此退兵，晋文公也只得撤退，一场战争被瓦解了。本篇以对话著名，有郑文公与烛之武的对话，有烛之武与秦穆公的对话。烛之武对郑文公的话里有话，对秦穆公说的话，完全看到了秦、晋间的矛盾，看到为郑对秦、晋的利害关系，所以能打动秦穆公。最后携子范请及秦军，晋文公不同意，这里预伏后来的秦晋尧之战。原文：9月甲午，1、晋侯秦伯为政；2、以其无礼于晋；3、且二于楚也；4、晋军韩陵；5、秦军晋南；6、必之胡言于郑伯曰：七，国为矣。若使烛之武见秦军，师必退。公从之。子曰：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。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。公曰：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。许之。夜坠而出，见秦伯曰：秦晋为郑，郑既之亡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凡执事。8、越国以彼远。9、君知其难也，焉用王郑以培邻。10、邻之后，君之保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。11、行者之往来。12、共其乏困。13、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常为晋君赐矣，许君交侠。14、朝祭而细设板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燕之有。15、冀东风正。16、又欲四其西风，若不缺秦。17、将燕取之。缺秦以利晋，为君图之。双引号。秦伯说。18、与郑人盟。时其子冯孙、杨孙数之。19、乃孩。子范请及之。20、公曰：不可，为夫人之力不及此。21、
宾人知利而避之。22不仁，失其所与。23不知，以乱易整。不武。24无其海也，必去之。选自《13经注书本左传》。译文：9月甲午日，晋侯和秦伯合兵围困郑国。因为郑伯曾经对待晋侯没有礼貌，并且怀有二心，亲近楚国。晋国军队驻扎在韩陵，秦国军队驻扎在泗水南面。荔枝胡对郑伯说：“国事危急了，倘派烛之武去见秦军，秦兵一定退去。”郑伯听从了他的话。烛之武推辞道：“我的壮年还不及人，现在老了，不能做什么了。”郑伯说：“我不能及早重用您，现在碰到急难来求您，这是我的过错。然而郑国灭亡了，对您也有不利。”烛之武答应去，在夜里用绳子捆住身子，从城上挂下去。见秦伯说：“秦晋合兵围困郑国，郑国已经知道要亡了。倘使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，我怎么敢用这件事来烦劳您？越过晋国，把原处的郑国作为秦国的边界，您知道他的困难，怎么能用灭掉郑国来加强邻国？邻国实力的加强，及您实力的削弱。倘使放弃进攻郑国，作为您东路上的主人，您的外交使者的来往，郑国可以供给他们资粮管舍，对您没什么害处。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施恩了，晋惠公应允把交辖2城给您，可是他早上渡过黄河，晚上就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，这是您所知道的。晋国怎么会满足呢？已经要把郑国作为他东面的疆界，又要扩展他西面的疆界，倘使不来损害兴号，秦国还会到哪儿去扩展呢？损害秦国来使晋国得到好处，只请您仔细考虑吧。双引号。秦伯听了高兴，跟郑国人结盟，派其子冯孙、杨孙在郑国驻防，才回去。子范请求发兵攻打秦军，晋文公说不行。不是这个人的力量我倒不了今天，依靠人家的力量反过来伤害人家，不仁慈，失掉了自己的同盟国，不明智，用战乱来改变出兵时的整肃，是不武，我还是应该回去。也离开了郑国。州政府注释：1. 甲午，古代用干支纪日，具体日期已无考。2. 晋侯、秦伯、晋文公和秦穆。3. 无礼于晋，晋文公未即位前，曾流亡到郑国，郑文公不以礼相待。4. 2与楚，对晋有二心而亲近楚。5. 韩陵，在今河南新郑县。6. 范，法恩范，南，泗水南面，在今河南中牟县南。7. 益之胡，郑大夫，郑伯，郑文公。8. 执事，办事人，借办事人代指秦军，是对昆军的敬称。9. 越国，秦在晋西，秦到郑国，要越过晋国。比远，以距离远的郑国作为秦国的边境。比，边境，这里做动词用。10. 赔，增加，句意为灭了郑国，郑国的土地只能归晋。11. 东道主，东方路上的主人。12. 行者，外交使者。13. 共，同工。乏困，乏指缺乏资粮，困指困顿需要休息。14. 交，辖，晋国城邑，在今河南陕县。15. 宴，同宴，满足。16. 封，疆界，做动词用。17. 缺，侵略。18. 说，同月。19. 其子冯孙、杨孙都是秦大夫。20. 子范，晋国大夫。21. 为，非。22. 因，依靠。避，伤害。23. 所与，由同盟国。24. 武，武定祸乱。见，说大禹谟，乃武乃文，传。勾践灭吴。国语。作者小传《国语》的作者就说是鲁国史官左丘明，其根据是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过，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。
后人据此认为国语和左传同出左丘明之手。然而国语所记内容又多与左传重复抵触，因此两书同出一人之手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。近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把各国的史料汇编而成。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，共21卷，全书按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8国分国编次，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真定王，西元前990年、西元前453年，前后500余年的史事，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诸侯各国的交往、征战等情况。全书以纪言为主，与左传重记事不同。语言艺术虽不及左传，但说理严密，刻画人物也比较形象生动，对后代散文有很大影响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。题解：本文选自《国语粤语》。吴、越两国是春秋后期我国东南部、长江下游的两个大国。吴在江苏南部，越在浙江北部，两国土地相邻，但世代结怨，互相攻伐。西元前496年，吴王阖闾阖闾攻越，兵败，负伤而死，死前叮嘱他儿子夫差复仇。吴王夫差练兵3年，在西元前494年大败越兵，越几乎到了亡国的境地。越王勾践率领5000残兵退守会稽山后，一面派大夫文种向吴国求和，一面采取10年生聚、10年教训的策略，富国强兵，终于灭掉了吴国。本篇人物形象鲜明，勾践为了报仇复国，励精图治，发愤图强，气概悲壮。所记事件虽然繁复，而语言却简朴明洁。文中奉谏应对文辞，能显示人物身份、处境和政治谋略，极富个性化，体现了国语纪言的特色。原文：越王勾践期于会稽之上，乃号令于三军曰：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信。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，吾与之共之越国之政。大夫种进对曰：臣闻之，甲人夏则资皮，冬则资吃，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以待伐也。夫虽无四方之忧。然谋臣于爪牙之事，不可不养儿则也。譬如蓑笠，时与既至，必求之。今君王既期于会稽之上，然后乃求谋臣，吾乃后乎？勾践曰：苟得闻子大夫之言，何后之有？9执其手而与之谋，遂使之行成于吴。10曰：寡君勾践伐吴所使。11使其下臣种，不敢撤声闻于大王。12思于下执事。13曰：寡君之师徒不足以入军矣。14愿以金玉子女陆军之入。15请勾践女于王。16大夫女于大夫，侍女于侍，越国之宝器必从。17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军之师徒，为君左右之。18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，将焚宗庙，系妻奴。19审金玉于江，有带甲5000人，将以致死，乃必有偶。20是以带甲万人弑君也，吾乃极伤君王之所爱乎？21与其杀是人也，明其得此国也，其孰利乎？双引号。夫差将欲听，与之成。子虚谏曰：22不可。夫吴之与越也，仇敌战之国也，三将还之。23民无所疑。有吴则无越，有越则无吴，将不可改于是矣。原文之：陆人居陆，水人居水，夫上党之国。24我攻而胜之，吾不能居其地，不能乘其车。夫越国，吾攻而胜之，吾能居其地，吾能乘其舟。此其利也，不可失也已。君必灭之，失此利也，虽毁之，必无及矣。双引号。越人是美女8人，纳之太宰匹。25曰：此苟赦越国之罪，又有美于此者，将尽之。太宰匹谏曰：匹闻古之伐国者，
服之而已。26今已服矣，又何求焉？夫差与之成而去之。勾践说于国人曰：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，而又与大国执仇，以暴露百姓之谷于中原。27此则寡人之罪也。寡人请更。于是葬死者，问伤者，养生者，吊有忧，贺有喜，送行者，迎来者，去民之所恶，补民之不足。然后卑视夫差，换食300人于吴，其身亲为夫差前马。28勾践之地，南至于巨吴。29北至于玉儿。30东至于鄞。31西至于姑灭。32广运百里。33乃至其父兄，昆弟而视之。寡人闻谷之贤君，四方之民归之，若水归下也。今寡人不能，将率2、3子夫妇以拨。34令壮者无娶老妇。35令老者无娶壮妻。女子17不嫁，其父母有罪；丈夫20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将免者以告。36公令一守之。生丈夫2虎9，一犬；生女子2虎9，一豚。37生3人，公与之母。38生2子，公与之系。39当事者死。40 3年是其政。41之子死，3月是其政，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。令孤子、寡妇、疾诊、贫病者，纳观其子。42其达事，节其居，美其服，保其食，而摩利之于义。43四方之士来者，必妙礼之。44勾践载道与之于周以行。国之孺子之有者，无不卜也，无不辍也。45必问其名。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，非其夫人之所之不衣。10年不收于国，民具有3年之时。国之父兄请曰：昔者夫差斥吴军于诸侯之国，今越国亦解矣，请报之。勾践辞曰：昔者之战也，非2、3子之罪也，寡人之罪也。如寡人者，安与之耻？请孤吴拥战。父兄又请曰：越四封之内。46亲吴君也，由父母也。子而思报父母之仇，臣而思报君之仇，其有敢不尽力者乎？请复战。勾践既许之，乃至其众而视之，曰：寡人闻谷之贤君，不患其众之不足也，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。今夫差依水西之甲者亦有3000。47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，而患其众之不足也。今寡人将助天灭之，吾不欲匹夫之勇也，欲其屡进屡退也。48进则思赏，退则思刑，如此，则有长赏。49进不用命，退则无耻，如此，则有长刑。双引号果行，国人皆劝。50父免其子，兄免其弟，父免其夫，曰：孰是君也，而可无死乎？是故败无于右。51右败之眉。52右交败之。夫差行程，曰：寡人之师徒不足以入军矣。请以金玉子女，戮军之入。勾践对曰：昔天以越与吴，而吴不受命；今天以吴与越，越可以无听天命而听君之令乎？吾请达王勇、据东。53吾与君为2军乎？夫差对曰：寡人礼先一犯矣。54君若不忘周氏而为，必亦还与。55亦寡人之愿也。君若曰：上去点吴将残辱社稷，灭辱宗庙，寡人请死。于何面目以示于天下乎？56越君其次也。57罪灭吴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，国语。译文：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后，就向全军发布号令说：凡是我的父辈兄弟及全国百姓，哪个能够协助我击退吴国的，我就同他共同管理越国的政事。大夫文种向越王进谏说：我听说过，商人在夏天就预先积蓄皮货，冬天就预先积蓄下布，行旱路就预先准备好船只，行水路就预先准备好车辆，以备需要使用。
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外患，然而有谋略的大臣及勇敢的将士不能不事先培养和选择。就如蓑衣斗笠这种语句，到下雨时是一定要用上它的。现在您大王退守到会稽山之后，才来寻求有谋略的大臣，未免太晚了吧？勾践回答说：“能听到大夫您的这番话，怎么能算晚呢？”说罢，就握着大夫文种的手，同他一起商量灭吴之事。随后，越王就派文种到吴国去求和。文种对吴王说：“我们越国派不出有本领的人，就派了我这样无能的臣子，我不敢直接对您大王说，我私自同你手下的臣子说，我们越王的军队不值得屈辱大王再来讨伐了。越王愿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献给大王，以酬谢大王的入林。并请允许把越王的女儿做大王的婢妾，大夫的女儿做吴国大夫的婢妾，士的女儿做吴国士的婢妾，越国的珍宝也全部带来。越王将率领全国的人编入大王的军队，一切听从大王的指挥。如果您大王认为越王的过错不能宽容，那么我们将烧毁宗庙，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，连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，然后再带领现在仅有的5000人同吴国决一死战，那时一人就必定能抵2人用，这就等于是拿1万人的军队来对付您大王了。结果不免会使越国百姓和财物都遭到损失，岂不影响到大王加爱于越国的仁慈恻隐之心了吗？是情愿杀了越国所有的人，还是不花力气得到越国？请大王衡量一下，哪种有利呢？吴王夫差准备接受文种的意见，同越国订立合约。吴王的大夫伍子胥劝阻说：“不行，吴国同越国是世代互相仇视、互相攻伐的国家，3条江河环绕着2国的国土，2国的人民都不愿迁移到别的地方去。因此有吴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越国的存在，有越国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吴国的存在。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。我还听说，汉地的人习惯于汉地的生活，水乡的人习惯于水乡的生活。那些中原的国家，即使战胜了他们，我国百姓也不习惯在那里居住，不习惯使用他们的车辆。那越国如若战胜了他，我国百姓既习惯在那里居住，也习惯使用他们的船只，这种有利条件不能错过啊！希望君王一定要灭掉越国，如果放弃了这些有利条件，一定会后悔莫及的。双引号，越国打扮了8个美女，送给吴国的太宰匹，并对他说：“您如果能宽恕越国的罪过，同意求和，还有比这更漂亮的美女送给您。”于是太宰匹向吴王进谏说：“我听说古时攻打别国的，对方屈服了就算了，现在越国已向我们屈服了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”吴王夫差采纳了太宰匹的意见，同越国订立了合约，让文种回越国去了。越王勾践向百姓解释说：“我没有估计到自己力量的不足，去同强大的吴国结仇，以致使得我国广大百姓战死在原野上，这是我的过错，请允许我改正。”然后埋葬好战死的士兵的尸体，慰问负伤的士兵，对有丧事的人家，越王就亲自前去吊唁；有喜事的人家，又亲自前去庆贺。百姓有远出的，就亲自欢送；有还家的，就亲自迎接。凡是百姓所憎恶的事，就清除它；凡是百姓急需的事，就及时办好它。然后越王勾践又自居于卑位，去侍奉夫差，并派了300名士人去吴国做臣仆。勾践还亲自给吴王充当马前卒。越国的地盘，南面到巨吴，北面到玉儿，东面到鄞，西面到姑灭，面积总共100里见方。越王勾践召集父老兄弟宣誓说：“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，四面八方的百姓来归附他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似的。如今我无能，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。然后就下令年轻力壮的男子不许娶老年妇女，老年男子不能娶年轻的妻子，姑娘到了17岁还不出嫁，他
他的父母就要判罪。男子到了20岁不娶妻子，他的父母也要判刑。孕妇到了临产时，向官府报告，官府就派医生去看护。如果生男孩就赏2壶酒，1条狗；生女孩就赏2壶酒，1头猪。一胎生了3个孩子，由官家派给乳母；一胎生了2个孩子，由官家供给口粮。嫡子为国士死了，免去他家3年徭役；庶子死了，免去他家3个月的徭役，并且也一定像埋葬嫡子一样哭泣着埋葬他。那些孤老、寡妇、患疾病的、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，官府就收养他们的孩子。那些知名之士，官家就供给他整洁的住舍，分给他漂亮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，激励他们为国尽力。对于到越国来的各方有名人士，一定在庙堂上接见，以示尊重。勾践还亲自用船装满了粮食肉类到各地巡视，遇到那些漂流在外的年轻人，就供给他们饮食，还要询问他们的姓名。勾践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，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绝不吃，不是自己妻子织的布就不穿。10年不向百姓征收赋税，百姓中每家都储存了3年的口粮。这时，全国的父老兄弟都向越王勾践请求说：从前吴王夫差让我们的国君在诸侯之中受屈辱，如今我们越国也已经上了轨道，请允许让我们报这个仇吧。勾践辞谢说：过去我们被吴国打败，不是百姓的过错，是我的过错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哪里懂得什么叫受耻辱呢？请大家还是暂且不要同吴国作战吧。过了几年，父老兄弟又向越王勾践请求说：越国4境之内的人都亲近我们越王，就像亲近父母一样。儿子想为父母报仇，大臣想为君王报仇，哪有敢不竭尽全力的呢？请允许同吴国再打一仗吧。越王勾践答应了大家的请求，于是召集大家宣誓道：我听说古代贤能的国君，不担心军队人数的不足，却担心军队士兵不懂什么叫羞耻。现在吴王夫差有穿着用水犀皮做成的铠甲的士兵103000人，可是夫差不担心他的士兵不懂得什么叫羞耻，只担心军队人数的不足。现在我要协助上天灭掉吴国，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只有一般人的血气之勇，而希望我的士兵能做到命令前进就共同前进，命令后退就共同后退。前进时想到会得到奖赏，后退时想到会受到惩罚，这样就有合乎常规的赏赐。进攻时不服从命令，后退时不顾羞耻，这样就有了合乎常规的刑罚了。双引号。于是越国就果断地行动起来，全国上下都互相勉励。父亲勉励他的儿子，兄长勉励他的弟弟，妻子勉励他的丈夫。他们说：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国君，我们哪能不愿战死在疆场上呢？所以首战就使吴国在右地吃了败仗，接着又使他们在梅地受挫，在吴国国都的郊野又把吴军打得大败。吴王夫差派人向越求和，说：我的军队不值得越王来讨伐，请允许我用财宝子女慰劳越王的入林。勾践回答说：先前上天把越国送给吴国，吴国却不接受天命，如今上天把吴国送给越国，越国怎能不听从天命而听从您呢？我要把您送到永江、勾章以东地方去，我同您像2个国君一样，你以为如何？夫差回答说：从礼节上讲，我对越王已有过小小的恩惠了，如果越王看在吴与周氏同姓的情分上，给吴一点庇护，那就是我的愿望啊。越王如果说上句点我要摧毁吴国的国土，灭掉吴国的宗庙，那就请求让我死吧。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百姓呢？越军可以进驻吴国了。于是越国就灭掉了吴国。陈必祥注释：1. 勾践，越王允常之子。
允常初曾与吴王阖闾互相攻伐，允常死，吴乃乘越之丧伐越，晋为勾践所败，阖闾伤指而死。七，本指居住，此指退守。会稽，山名，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。二，昆弟，即兄弟。国子姓，国君的同姓，即百姓。三，知，主持，过问，参与。四，种，即文种，字子禽，楚国郢人，入越后与范蠡同筑勾践，终灭吴。攻城，种为勾践所忌，自荐自杀。五，吃，其吃，系葛布。六，四方之忧，指外患。七，爪牙之势，指武士，勇猛的将士。八，吾乃恐怕。后。十。九，子大夫，对大夫，文种的尊称。十，形成，求和并达成协议。11，伐，此指缺乏人才。12，彻，通达。大王，指吴王，特别尊重的称呼。13，下执事，下级办事官员。14，师徒，指军队士兵。入军，屈尊您亲自来讨伐。入，表示谦卑的说法。15，陆军之入，慰劳您的入林。16，请勾践女于王，第一个女做名词，指勾践的女儿；第二个女做动词，指作婢妾。下两句同。17，从，带来。18，左右做动词，处置调遣的意思。19，奴，纳奴，子女。20，偶，一个抵两个。21，商君王之所爱，为吴王推恩于越，越民与乐器皆为吴王所钟爱。如越人拼死决战，则越民与乐器都不免遭到损失，岂不影响到吴王加爱于越的仁慈恻隐之心了吗？22，子虚，克虚，即伍子胥，名媛，吴大臣。23，三江，指钱塘江、吴江、濮阳江，浙江省中部。24，上党之国，此指中原各国。25，太宰匹，太宰，官名。匹，人名，夫差的亲信。26，服之，使之降服，屈服。27，中原，此指原野。28，前马，仪仗队中乘马开道的人。29，巨吴，地名，在今浙江省诸暨县南。30，育儿，地名，在今浙江省嘉兴县境。31，银，地名，在今浙江省宁波市。32，姑灭，地名，在今浙江省衢县东北。33，广运百里，方圆百里。东西为广，南北为运。34，二三子，你们，指百姓。播，繁殖人口。35，娶，同，娶。36，免，同，免，指生育。37，豚，塔曼豚，小猪，也泛指猪。38，母，乳母。39，系，嬉戏，口粮。40，当事者，负担家务的长子。41，征，赋役。42，诊，疾病。纳，收容。43，节，集结，同，节。魔力，同，魔力，这里有激励的意思。44，庙里之，在宗庙里接见，以示尊重。45，秋绰，给水饮。46，封，疆界。47，一，动词，穿。水犀之甲，用水犀皮做的铠甲。役有3000，言吴兵有103000人。役，这里指10万。48，旅，去，指军队有纪律地同进退。49，常赏，合于常规的赏赐。下文，常刑，指合于常规的刑罚。50，劝，勉励。51，右，即利泽，吴地名，今太湖一带。52，梅，吴地名。53，达，移送。永，距东，永江河沟张以东，指今浙江省舟山县。距，同沟。54，一饭，小小的恩惠，只曾有恩于越，只曾同意与越议和。55，不忘周氏，胡是周的同姓，故曰。寰宇，指屋檐下，也泛指房屋住处。56，世袭，由言生存。57，4，驻扎。
少公见厉王米蚌。国语题解：我国古代历史家在记述历史事件时，有上实录、寓褒贬的优良传统。他们往往忠于历史真实，并从那些孤立甚至偶然的事件中，去挖掘带有普遍性、规律性的东西，以供后代统治者借鉴。国语这篇文章记载了周厉王被逐的过程。他执政时，由于残暴无道，遭到人们的谴责。然而他非但不思改弦易辙，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堵塞舆论的批评。结果，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起反叛的旗帜，把他从国君的宝座上拉了下来。他告诉人们一条真理：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如果统治者滥施暴政，且又堵塞言路，终将自食其果。全篇文字简洁，叙述有条有理，逻辑性强，很有说服力。原文：厉王曰：一，国人